點解要申請債務重組？好多朋友會問啊，我明明有收入㗎，點解仲要申請債務重組呢？今日就同大家講下背後嘅原因啦。現時申請啲債務重組嘅人咧，都係本身有穩定嘅入息嘅喎，但可能因為咧一時咧就理財不當啦，買嘢過度，或者突然間咧人工減少咗喎，搞到唔夠現金流啊，結果就係咧佢哋冇辦法啦，按時同銀行啊債權人還債，眼見咧就快到期咯喎。但係佢哋咧就好抗拒破產嘅喎，大家都知啦，一旦破產，無論信貸記錄啊、出行啊，甚至揾工咧都受到好大影響嘅喎，後果可以好嚴重㗎。所以呢班朋友咧想揾一個中間嘅辦法，唔使破產嘅，又可以揾到俾佢咧唞啖氣還到債嘅。債務重組啦，正好就係呢個方法啦，可以幫佢哋咧調整還款嘅方式，減輕壓力，同時避免咧破產帶嚟嘅壞影響。呢個就係大家選擇債務重組最核心嘅原因啦。